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打烊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小美女啊。哦哟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快了，马上结束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搞得这么晚。我们这个还有这么一瓶吧，还有一瓶，结束了，喝完结束了，好吧？真的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下班了啊！一会儿，好吧？来呀，来往来敬杨帅哥，快点吃起来呀！阿妹妹来的现在走了，吃几盅的，为了弄了。啥？吃呢，我吃得住，你吃得住，快点！哎。这个不来塞的啦，你装死啊！你还吃酒了？这我不晓得个。啊，来，我帮你再来一个。哎，我是来劲了。这个杨帅哥，我刚刚说到哪里了？哦，对个，国际形势很紧张，对吧？那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帮你多讲，美国人最不是个东西。你以为美国好啊？强盗土匪呀！啊，对，你说啊，讲的啊，对，你看之前这个前苏联啊，这个解体了，俄罗斯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，你以为他不想搞我们中国啊？哦，我怎么知道的？杨帅哥，不瞒你说，中央情报局 FBI 黄叔叔都暗杀间谍的，他们不知道的情报我第一个知道。那小美女你也笑了啊？不要笑啊，杨帅哥你也不要笑了。黄叔叔没有吹牛逼啊，不吹牛山的，真的。你以为他不想搞我们中国啊？黄叔叔是第一道防线啊，他们要弄中国我第一个不服气，不允许的。你看什么网上说佛罗里达州好啊，加利福尼亚州啊好个屁，苏州最好啊，苏州最好。跟你讲啊，什么州了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黄叔年纪大了。明天这个要去打日本的收复台湾，黄叔第一个冲上去，我喝老酒都喝死他们，真的。阿帅哥，你要信的，你要小心的，小心的呢啊！还有这个呢，我现在都这个手机啊，我都用这个国产机的，不太好，好的不得了啊！那个苹果有什么好用的，对吧？真的是的啊！我们真要打烊了。不好意思，美女，马上结束了吧？马上结束了，你让这个人把老酒喝掉，来呀，你来这吃呐！我整个酒都把全部酱子加大了，你吃呐，我吃得住的了。啊，你啥那么大了？状态不好了，快点吃的，说的。小美女，我们先买单，我来，我来，干啥我们来个？那你来了？上趟第一趟我们来个，第二趟来个，第三次我们来了啊！小美女来，接着买单，杨帅哥吃得开心啊！那小鸭子带回去啊！